大家好，歡迎收睇院長嘅神秘學節目。喺傳說當中，美國嘅流行曲樂壇咧，其實係社會背後邪惡精英階層嘅後花園。只要佢哋喜歡的話咧，都真係可以任佢哋揀，亦都係任佢哋玩㗎。同時間啦，亦都有講法話，美國嘅流行樂壇咧，其實係啲什麼神秘組織嘅洗腦工場嚟嘅。如果啲歌手想要大紅大紫咧，首先係要接受神秘組織嘅洗腦，並且成為佢哋組織嘅扯線公仔，然後就作為組織嘅媒介去洗大眾嘅腦咁話嘅。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咧，喺歐美嘅坊間就會有一啲八卦嘅話題，去討論啲什麼某某紅歌手咧就係神秘組織嘅成員，又或者係某一啲歌星咧會喺佢哋嘅演唱當中會做出一啲同神秘組織有關聯嘅手勢或者動作嘅。甚至亦都會話咧，某歌星嘅表演或者音樂影片咧，其實係一啲黑魔法嘅儀式，或者係召喚惡魔嘅行為嚟嘅。亦都會講到某一啲名歌星嘅離世咧，其實係人為嘅獻祭嚟嘅。而今集影片想要研究嘅主角咧，就係美國樂壇嘅天后 Lady Gaga 啦。基本上如果有留意開美國嘅演藝圈咧，同埋神秘組織陰謀論嘅朋友都大概會知道喺網絡上面以至於坊間都有唔少嘅傳說，話 Lady Gaga 咧係神秘組織光明會嘅成員，又或者會話 Lady Gaga 係俾某一啲神秘組織去洗咗腦，從而控制佢以及供佢哋使用嘅傀儡嚟㗎。但係近期關注或者係研究神秘學嘅人士咧，針對 Lady Gaga 嘅討論咧，當中最熱門嘅話題就係話 Lady Gaga 其實係神秘組織或者係某一啲神秘宗教裏頭嘅聖女，即係一方面要去擔當祭祀嘅工作，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又要去成為一名職業女性，去提供一啲特殊嘅服務出嚟嘅。不過更加有趣嘅係咧，就竟然有人去提出話 Lady Gaga 嘅身份咧，其實就係傳說當中法力無邊嘅緋紅女巫啦。冇錯啦，講緊嘅就係漫威電影當中緋紅女巫溫黛嘅現實版，竟然就係 Lady Gaga 啦。至於點解會有一啲咁樣嘅講法呢？咁就要由 Lady Gaga 嘅新歌《阿巴卡達布拉》開始講起啦。如果大家有睇過一啲西方嘅魔術表演的話咧，對於阿巴卡達布拉呢一個字咧，應該都會有所了解或者聽過嘅。如果大家唔清楚阿巴卡達布拉呢一個字係乜嘢來源或者係咩東西的話咧，咁就容許小弟作一番解釋啦。一般嚟講咧，喺西方嘅一啲魔術表演咧，魔術師展開行動之前都總會係念一句咒語去加強下氣氛令到啲觀眾咧會覺得魔術師真係有料到或者標緊同係需要念一啲咒語去施放法術出嚟嘅。情況就有啲似華人世界嘅魔術師表演之前都會念媽哩媽哩空平原變山峰，又或者係茅山師傅嘅急急如律令咁嘅東西嚟嘅。而西方嘅魔術師咧比較常用嘅咒語就係阿巴卡達巴啦。至於阿巴卡達巴呢一個字又係咪好似芝麻開門一樣，純粹係但求順口嘅無聊字串呢？咁其實唔係嚟嘅。咁話說阿巴卡達巴呢一個詞語咧，已經出現咗喺人類歷史都經已有1800年咁鬼耐嘅啦。據說喺人類1800幾年前咧，已經有文獻記載話，羅馬或者希臘人咧係會利用阿巴卡達巴呢一個字串咧，去書寫落一啲羊皮紙上面嚟製作成一個三角形嘅護身符，去對抗或者醫治發燒㗎。不過講到阿巴卡達巴呢一個字嘅出處咧，普遍主流嘅講法都會認為呢一個字係來源自古猶太人所使用嘅希伯來語文當中嘅短語阿卡達卡巴，又或者係耶穌時代嘅耶穌都會慣常使用嘅亞蘭文即係 Aramaic 當中嘅短語阿法卡達巴嘅。
而無論係希伯來文嘅阿卡達卡巴，還是亞蘭文嘅阿法卡達巴，呢兩隻字咧，都係喺聖經時代就已經出現咗噶啦。而且呢兩個字咧，同聖經同埋同上帝咧都有莫大嘅關聯嘅，因為呢兩隻字佢哋嘅意思都係相同嘅。用英文去翻譯翻出嚟的話咧，就係 I create as I speak。中文嘅意思就係我開口說話便能創造，或者係我講嘅嘢將會成為真實。情況就等於舊約聖經當中上帝創世嘅時候咧，上帝所講嘅第一句說話就係要有光，之後光就出現咗一樣啦。需要加插一啲資料，等大家明白嘅係咧，其實世界上都有相當多嘅宗教當中都會提及到咧，語言或者聲音係有能力或者係有力量嘅。而喺古猶太教或者係古基督教當中咧，亦都有人相信咧，語言同埋聲音確係有力量嘅，因為上帝咧就係使用咗語音去創造咗呢一個世界出嚟嘅。甚至係喺一啲古猶太秘學當中咧，係會相信只要有人能夠念得出上帝嘅真實名字的話咧，就會得到上帝嘅力量噶啦。簡單啲嚟講咧，猶太教同埋基督教嘅體系咧，係會相信用說話或者用聲音去創造或者說話成真咧，呢一個係上帝嘅權能嚟噶。當然啦，嚟到現代世界咧，其實科學就已經解釋咗俾我哋知道啊，聲音就係震動，而震動頻率咧就是一切。因為愛因斯坦都講過，一切都是震動，一切都是能量。而震動嘅頻率咧，就係不同能量震動嘅速度。所有事物都是能量以不同的幅度震動。由此可知啊，聲音不單止可以改變物質嘅結構，甚至乎無中生有咧，都係有可能嘅事情嚟噶。所以現代嘅神秘學世界當中咧，就有人認為啊，我哋其實就係生活緊喺上帝意志所創造嘅震動頻率當中。情況就有啲似一個說書人講緊一個童話故事嘅同時咧，其實就係創造咗一個世界出嚟嘅。咁啊，講翻阿巴卡達巴呢一個字啦。如果綜合以上嘅資料咧，其實大家都不難去發現啦。阿巴卡達巴其實就係各種傳說、巫術或者秘學當中所提到嘅上帝的名字，所以讀呢一個字出嚟咧，就會得到上帝嘅力量噶啦。咁啊，甚至乎咧喺新約聖經嘅時代咧，基督教當中嘅諾斯底主義又叫做靈知派信仰嘅信徒咧，佢哋亦都十分之流行咧，會去反覆誦念一個希臘嘅詞語嘅，而呢一個詞語嘅讀音咧就係阿叻花拉巴嘅，意思就係你是我們的父親。而呢一個類似咒語嘅東西咧，咁佢哋就會相信，只要反覆誦念的話咧，就會得到保護同埋可以去對抗邪靈嘅。佢哋甚至乎係會將呢一個字咧去雕刻喺一啲圓形嘅球體上面咧，去當做吉祥物嚟辟邪嘅。所以亦都有講法就話咧，阿巴卡達巴咧其實係同一個神秘嘅神靈阿布拉西斯咧係有關聯嘅。咁啊，話說阿布拉西斯咧係一個極度神秘嘅神子，都真係冇講錯嘅。因為喺呢一個世界咧，你都真係揾唔到一間崇拜阿布拉西斯嘅教堂或者廟宇嘅，或者係有系統性嘅神話故事去講述阿布拉西斯嘅事蹟，亦都更加係好難去揾到阿布拉西斯嘅雕塑或者與之相關嘅教義嘅。但係奇怪嘅地方就在於咧，喺古代嘅希臘羅馬世界，即係古代嘅地中海沿岸地區，包括埃及、土耳其地區咧，都有唔少人咧係會喺一啲石頭或者寶石上面咧，甚至乎一啲金屬上面咧，去雕刻一個雞頭、人身、蛇形腳、手執盾牌同埋長鞭嘅造像嘅。然之後咧，去將呢一啲雕刻咗阿布拉西斯形象嘅石頭或者金屬咧，去當成護身符一樣去使用或者收藏噶。
喺希臘文字當中咧 Abraxas 嘅希臘串法咧係 Abraxas， 而希臘串法嘅 Abraxas 咧呢7個字母咧裏頭每一個字母都代表咗一個古代人所能夠知道嘅行星，即係太陽、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同埋土星。大家需要知道咧，喺古代人嘅世界當中咧，係唔知道有9大行星嘅存在㗎，因為當時嘅人咧確係睇唔到天王星同埋海王星啦，所以對於古代人嚟講咧，7大行星加上地球咧，就已經係佢哋所知道宇宙嘅全部啦。亦都係喺古代嘅時候咧，古代人會用7個行星去代表一個星期當中嘅日數，情況就好似現代嘅日本人啦，會用日月水火木土金去代表星期1至星期7嘅。亦都同時間啊，如果將 Abraxas 嘅原始希臘字母拼寫化成為數字的話咧，5個字母組合相加，最終嘅答案就係365啦。亦都即是話咧，喺古代嘅希臘羅馬世界咧，信奉 Abraxas 嘅人咧，會認為佢係時間同埋宇宙循環嘅掌控者。喺靈知派嘅信仰者嘅護身符裏頭咧，所顯示嘅最高存在 Abraxas 咧，就係一個擁有公雞頭、人類身體、手執盾牌同埋鞭子，同埋擁有蛇形雙腳嘅怪物。咁啊，表面去睇咧，呢一個好似如同擁有怪物外在表現嘅神咧，確係十分之邪門嘅。但係 Abraxas 嘅公雞頭蛇形腳嘅形象咧，內裏頭係大有文章嘅。之所以有個公雞頭咧，係因為公雞係會喺天亮嘅時候啼叫啦，所以公雞頭係象徵晨曦與覺醒，又即係靈性嘅光明嘅。咁人類嘅身體係代表佢係智慧同埋理性啦，蛇形嘅雙腳係代表神秘變化同埋靈活，手執鞭子同埋盾牌咧係代表能夠保護，亦都擁有力量嘅。亦都需要同大家特別去交代咧，就係屬於基督教體系嘅諾斯底主義巴西利德斯流派，係相信基督係由最高存在嘅神聖意志 Nous 所產生出嚟嘅精神存在，最終咧佢係負責帶領所有嘅靈魂咧去擺脫物質世界嘅束縛，去回歸精神世界嘅。咁啊，講咗咁耐阿巴卡達巴嘅來源同埋同基督教諾斯底信仰當中嘅關係咧，亦都係時候同大家去講翻 Lady Gaga 同埋佢近期嘅不可思議行為啦。咁啊，一講到 Lady Gaga 咧，基本上就會附帶一大堆陰謀論加神秘學嘅討論嘅啦。坊間亦都一直傳說佢係光明會人同埋拜魔鬼嘅，原因在於佢經常都會喺各個場合當中或者音樂影片裏頭咧，會用其中一隻手去掩蓋某一隻眼睛，去做出類似荷魯斯之眼嘅暗示嘅。亦都同時啦 ，Lady Gaga 經常會做出一個類似 OK 嘅手勢，放喺自己嘅右眼前面嘅。但係啲街坊就話咧，呢一個並唔係正常嘅 OK 手勢嚟嘅，因為食指係更加地捲曲地做成一個細圓圈，再加上直豎拇指，實情就係想做出一個類似阿拉伯數字當中嘅號碼6號咁嘅東西，再加上後面3隻豎起嘅中指、無名指加尾指，呢一個手勢嘅意思就係666 3條6翻大陸咁解啦。再加上 Lady Gaga 其實經常都會做出各種反傳統宗教，甚至乎係疑似邪教嘅手勢，所以亦都會無限地引來各種聯想，亦都係無可厚非嘅。而喺1個月之前啊 ，Lady Gaga 更加係喺美國嘅星期六晚綜藝節目當中咧，直頭係做出一啲類似魔法儀式嘅行動，都引嚟不少嘅話題。一般人當然認為 Lady Gaga 都只不過係搞下笑啊，節目效果咁嘅啫。但係喺陰謀論當中咧，就話 Lady Gaga 再一次利用媒體喺全世界面前咧就施放大型嘅黑魔法，或者利用觀眾群體咧去實行咗一次大型嘅魔法儀式咁話嘅。點解話佢係再一次做出呢一啲行為呢？因為喺2個月之前咧，佢公布新歌阿巴卡達巴嘅時候咧，就已經有人話佢首新歌嘅音樂影片咧，其實係大型嘅黑魔法儀式嚟噶。原因不單止因為首歌叫做阿巴卡達巴，而入歌詞裏面咧不停地去
念出呢一個同魔法或者宗教有關嘅詞語。更加嘅情況係咧，係因為喺音樂影片裏頭咧，係充滿住大量嘅同古代魔法啊、煉金術啊、秘密會社同埋古代宗教有關嘅圖案同埋各種信息嘅。咁啊，首先影片一開始咧，阿伯卡達巴呢一個字同埋 Lady Gaga 個名咧就出現咗喺畫面當中，但係其中嘅兩個 A 字咧就倒轉咗，並且互相對稱嘅。咁啊，喜歡神秘學嘅街坊就認為咧，呢一個設計啊並唔係求其擺出嚟嘅噃，或者背後係有各種美學嘅原因去解釋嘅，而係呢一個情況咧係代表咗一個魔法嘅術語叫做 as above so below， 即是一個如在上如在下嘅原則。而呢一個原則咧就係經常使用魔法嘅人士都會知道嘅一啲煉金術魔法原則嚟嘅。如果喜歡神秘學嘅朋友咧，相信都會知道啊，如在上如在下呢一個原則咧，係嚟自古代傳說當中嘅翡翠石板，即係一塊叫做 Emerald Tablet 嘅東西。裏頭最初嘅3段咧係咁講嘅。這是確作無瑕的真理，上方之物正如下方之物，反之亦然。又因萬物皆源於一體，故一物的思索可衍生化為萬物。亦都因為呢3句說話咧，以至後世嘅煉金術、西方魔法、神秘學同埋神秘組織咧，都會跟隨住呢一個原則去辦事嘅。用最簡單嘅方法去解釋呢3個句子的話咧，其實就係話宇宙同埋神聖嘅力量咧係會反映喺人類同埋現實世界裏頭嘅。隱藏嘅世界係會影響可見嘅世界，又即係高維度同埋低維度咧係互相牽引同影響嘅。同時間啦，因為萬物係出於同一個源頭，而呢一個源頭咧係貫穿晒所有嘅存在。只要深入地去思考、洞察、體悟呢一個源頭咧，就可以從中去理解、推演同埋轉化出所有萬物嘅奧秘嘅。然之後啦，阿伯卡達巴呢一個歌詞裏頭咧係有啲咁嘅內容嘅，基本上尋常嘅大眾咧睇完首歌嘅歌詞必然會覺得係無厘頭兼且係冇內容嘅。但係如果係對於神秘學或者係對於基督教，特別係諾斯底主義，即係基督教靈知派信仰咧係有些許了解的話咧，都真係會覺得 Lady Gaga 呢一首阿伯卡達巴咧都真係有啲嘢嘅。首先我就將歌詞嘅內容咧同埋一啲比較重要嘅內容咧，去翻譯成為大家容易一啲去理解嘅內容嘅。歌詞裏面就講到就話咧，付代價俾天使喺雲中畫圈，把心思放在遠方。當惡魔轉身時，今夜把我放進你的心裏。在黑月光的魔法中，在人生這場遊戲裏，救我脫離這場空洞的戰鬥。就像紅衣女子念的詩，你聽見人生最後幾句話，伴隨住一支魅惑之舞。現在你們都陷入恍惚，是時候在夜晚施展你的魔法了。他用他的舌頭說：今夜是死亡還是愛？選擇西邊的路，看着塵土飛揚，看着它燃燒，不要把時間浪費在感覺上。喺網絡上面咧，對於呢一首歌咧，好多人喺最初嘅解讀咧，就認為咧呢一首阿伯卡達巴嘅歌其實係述說緊基督教聖經裏面關於人類歷史嘅故事嘅。因為歌詞一開始咧就話付代價給天使在雲中畫圈，然之後到最尾嘅時間，歌詞就話咧選擇西邊的路，看着塵土飛揚，看着它燃燒，不要把時間浪費在感覺上。呢兩句歌詞咧，彷彿好似係同聖經創世記當中人類始祖亞當同埋夏娃犯罪故事咧，係有相關性嘅。因為話說亞當同埋夏娃被上帝放逐離開咗伊甸園之後咧，上帝就喺伊甸園嘅東面咧安設咗一個天使，同埋會發出火焰嘅劍去把守生命樹嘅道路，唔俾啲人類進入嘅。大家要聽清楚啊！上帝係喺伊甸園嘅東面安設咗天使，同埋會發出火焰嘅劍去把守生命樹嘅道路，唔俾人類進入。
而首歌嘅內容咧就叫大家付代價給天使在雲中畫圈，選擇西邊的路，看着塵土飛揚，看着它燃燒，不要把時間浪費在感覺上。呢一個唔知係同伊甸園直達生命樹嘅方法有冇關係，真係唔知啊。不過首歌咧亦都提到紅衣女子去念詩，咁紅衣女子即係歌詞當中嘅 Lady in Red 咧，又係邊水人嚟嘅咧？有人就提到啊，喺聖經嘅啟示錄當中嘅第17章咧，裏頭係講到一個大淫婦係穿着住紫色同埋紅色嘅衣服嘅。而呢一個大淫婦咧，聖經就話佢個名叫做大巴比倫。至於大巴比倫咧，就係聖經創世記當中人類想要用自己嘅方法去興建一個通天塔，又叫做巴別塔，打算上升去到天堂或者上帝嘅領域。最尾嘅時間就俾上帝阻止咗，搞亂咗人類嘅語言，令到人類以後咧再不能夠同心合力去辦事情嘅故事嚟噶。咁啊，亦都同時話啦，目前人類嘅許多異端組織、神秘組織或者魔法組織咧，都會聲稱啊，佢哋嘅來源咧就係嚟自興建過通天塔、手執上古秘學嘅幸存者嚟噶。咁啊，講翻 Lady Gaga 嘅歌曲啦，所以有人就串連晒阿伯卡達巴嘅歌詞、關聯嘅聖經故事同埋神秘學嘅資訊，外加阿伯卡達巴嘅音樂影片當中嘅畫面啊，例如大家面前嘅畫面咧，明顯地啊，左邊係清一色嘅男舞蹈藝員，而右邊咧係清一色女性嚟噶。兩班人就好似喺地面咧陰陽大鬥法咁款。畫面嘅中間就有一座白色嘅塔，但係塔嘅兩邊咧就有一啲窗簾布嘅東西啦，令到呢一座塔咧有點而相似金字塔嘅三角形嘅。而喺塔嘅中間咧，高空嘅位置就有一位着住紅色衣服嘅女士啦。呢一連串嘅故事、歌詞同埋畫面加埋一齊咧，就有人解讀成為咧話呢一首歌咧就係想呼籲緊大家，如果想要脫離呢一個充滿鬥爭嘅人間，同時又唔想進入死亡的話咧，咁大家就需要合作，用自己嘅方法去到天界，進入生命樹啦。咁啊，當然啦，傳說當中作為神秘組織成員，甚至話講到係懂得魔法嘅 Lady Gaga， 又點會咁簡單地去輸出一啲神秘資訊呢？所以睇得明嘅就明白，睇唔明嘅就只能夠將信息咧放入潛意識當中，再形成一啲集體意識力量咧，去幫助輸出呢一個信息嘅人去達成佢嘅心願啦。甚至乎更加係有人講到話咧，阿伯卡達巴嘅音樂影片咧，本身就係一個大型嘅魔法儀式，畫面當中亦都會明顯地見到各種嘅魔法陣同埋各種嘅神秘圖案，都真係信不信由你啊！不過頭先亦都有講到啊，阿伯卡達巴呢一個字咧，係同基督教嘅靈知派即係諾斯底主義咧係有十分之大嘅關聯嘅。所以如果用諾斯底主義去分析 Lady Gaga 嘅歌詞咧，可能又會有另外一個解讀嘅。咁啊，話說喺諾斯底嘅信仰裏頭咧，甚至係東正教教會當中咧，都會有一個身穿紅衣，背後有一對紅色翅膀嘅女性形象出現嘅。有時大家亦都有可能會見到一啲古代基督教嘅畫像當中咧，有一名紅衣女子會喺畫像嘅中央，佢嘅背後就係耶穌，左邊係瑪利亞，即係耶穌嘅老母啦，而右邊咧就會係施洗約翰嘅。而呢一名 Lady in Red 紅衣女子究竟係乜嘢人士呢？咁啊，大家需要留意翻啦，因為節目時間太長啊，資料太多嘅關係咧，所以今集節目咧就會斬開兩條片分開上，等大家可以慢慢睇、慢慢消化嘅。咁啊，所以講聲唔好意思先啊。咁啊，希望大家繼續留意翻下一條片嘅內容啦。咁啊，多謝大家今次收睇，係咁啦，拜拜。